บทที่2พยัญชนะ6ตัวและสระเสียงยาว9ตัว第二課6個低輔音和9個長元音。6個低輔音呢堂先學6個低輔音，其發音嘅要領如下：คอควาย水牛，舌根軟腭音，發音時用舌根頂住軟腭，阻擋氣流，令氣流從口腔衝出而成音。คอควายซอช้าง大象，舌尖齒齦擦音，發音時用舌尖底下齒背，舌尖靠近齒齦形成阻礙，令氣流從舌尖同齒齦之間摩擦成音。ซอช้างทอทุง其次，舌根軟腭音，發音時用舌根頂住軟腭，阻擋氣流，令氣流從口腔衝出而成音。ทอทุงพอภู山，雙唇塞音，發音時用雙唇閉塞阻住氣流，再用力以較強嘅氣流衝破雙唇而成音。พอภูฟอไฟ火，唇齒擦音，發音時用上齒接觸下唇，造成輕微嘅阻塞，再令氣流從唇齒之間摩擦成音。ฟอไฟหอเฮือน屋，雙唇塞音，發音時用雙唇閉塞阻住氣流，再用力以較強嘅氣流衝破雙唇而成音。หอเฮือน老撾字母嘅書寫，寮文嘅書寫筆畫係有一定嘅規律嘅。喺我哋仲未學寮文之前，睇寮文好似咩泰文似的，其實寮文嘅書寫係有一定嘅規律嘅。寮文嘅書寫係由左向右寫嘅，筆畫係上至下嘅直線，下至上嘅直線，上至下嘅斜線，下至上嘅斜線，上至下嘅三角線，下至上嘅三角線，下至上嘅橢圓形線，上至下嘅橢圓形線，圓形線等。寮文字母大部分都有圓形嘅頭，書寫時要由頭開始寫起，一筆寫成，寫兩筆嘅字都有，但唔多，元音亦都係一樣嘅寫法。